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攏都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若是攏聽到這首詩，我唔知到點樣來寫啊，背啊，唔知啊。感謝大家來收聽。這個禮拜咧，我哋要講嘅話題咧，等埋介紹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咧，就是我哋嘅Google Meet 下邊嘅阿龍，歡迎。Hello， 大家好。阿龍做頭毛 echo 我唔知，俾 sound check 嗰啲啫。แล้วก็阿三lak沙歡迎。歡迎大家好。ก็ว่าลังหมอใส่แล้ววิวว่า歡迎大家好。ก็ว่าลัง頭聽ก็唔敢講話，應該是啲困แล้ว義理特別要比較頭聽到啲邊嘢。แล้วก็Clubhouse 嗰邊Clubhouse 嗰邊嘅來賓有呢，就是細漢嘅到啲邊，ก็จ้ากงใบเชง毛 Google 啲嘅喎，แล้วก็別使搬減定，別使搬減定。OK， 這個咧，佢唔是我哋唔是別使講 suggest 啊，別使講 suggest 嘛，講咧，特別啦，按出講啊，龍啊梅魯，所以貴格心時過係關，清定關，係咪關？清定關，清聽關啊！成個蜻蜓啊，你不拉冷啊？唔是清，我聽到係咩啊？我聽到清明君。對，我聽清明。我就是啲時候講，係咪安怎會講清明？安怎叫清明嘅？特別清定關是邊樣嘅話嚟嘅？清聽關啊！啊，清定關，清定是係咪定？呢是清呀 ，clear 嘅清啊。呢個清叫清定是都就係都教華文嘅嘛。澄清，我就唔知。來，愛聽多少華文係啥咪？哎呦死 ！clarification， 多少開叫做加斯丹啊？加斯丹 clarification 叫做澄清，嗰就澄清啊。我知啦，澄清啦，那澄多少餅啊？清定關。澄清，如果我係有嘅，清定關，清定關是邊樣嘅人講嚟啦？哦，我冇聽過，海關，我想講海關，海關是普通話嚟，海關是華語嚟。哦，你講係咪清定關？清定，你使試下我看啫。來試下我看，清定關是歸 custom 啦，特別 immigration 呢？不 ，immigration 是清定關嚇 ，custom。清定關是清定關，你講 custom 是係你即係看你頭天物件接來嘅，看你物件唔係看你人嘅，看你物件嘅。清定關啊，人嘅是另外一個嘛，看 passport 看人嘅。係呢是叫做咩咧？呢是叫做移民廳，唔是咩？移民廳 immigration 啊，移民廳啦，移民廳。對啊，哎呦，係咪是你？移民官咯。係咪是你？哦 shit，在呢邊聽啫。不，係咪移民官啊？移民官唔使啊，移民官唔使。移民官是 immigration 啊，แล้ว custom 是清定關。海關有路嚟先講，特別海關 actually 伊是普通話，你是華語嚟嘅。哦，所以個人才能夠叫海關嘅。你成日講我俾過 immigration 就講咧，過清定關。我咪過關咯。哦，過關啊！對，我不聽佢講過關，對，特別也是 short form 啦。所以你寫到啲對話嚇 ，chat 你也是 ，chat 你也是 WhatsApp 嘅。清，你寫上面也 spell 好啊？清定關，關就是成個講 official 嘅係你 department 嘅嚟叫關。你拍嘢唔是講過關嘅咩？係啦，過關啊，你過對啦，關。我真係是過關。 level 嚇。你 stop 你。但係我未聽過巴海人講，唔是多數開人講咩？OK，但係人講其他啦嚇。OK，另外一啲是講月咧，我唔知是準嘅是冇準啊。passport 叫咩？巴博咯，巴博。護照唔寫，護照唔寫，護照。不過特別護照唔是真係牛嚟㗎，你講嘅。唔是等人傳承。真嘅人唔是叫護照。護照關。等陣唔知叫咩？係咪破？冇兩上邊條嘅，我講兩上邊條嘅。巴博，講叫巴博。
八波波啦，撸，抓嚟咋？而家是一條抓嚟咋？哦，龜冠抓，我等陣先，只影嘢咋？兩人嘅佢始終嘅 document 啊，兩人 certificate 我係 document 啊，冇等你聽我講先，一條抓嘅啦，你想到對路只是人地估嘅寫幾字，有，所以兩人係一條抓，人是叫咩？接角字，冇啊，唔是叫字嘅咋？嚇，係咪龜冠字，唔是，係了你嗬 passport 是真係大嘅物件嚟咋？嚇，大字，對，大字，哦，掛字啊，叫大字，即是邊兩嘅講法嚟。哦，大字 passport 嗱，我哋啦，大字，即是等陣嗰另外一個是，一是字還是渣？啊，渣，哎呦，你個受過啊，你我受未了個， ？Oh my 望 god！極意啦，兩年啦，個幾關啦，哎呀，死我訂唔掉，我其實是咪訂你買個極話先？買個激話啦，我訂唔掉先。OK，so 咱是廿大字歸移民關啊，移邊關嚇？移民關，了加要歸咧移民關就俾歸人嘅會啦，人嘅行李啦，是歸清定關咯，清定關，叫清定關。清定關。誒，但你寫下我到底 club WhatsApp 啊？好 WhatsApp，我去看，我想到寫到冰人嗰塊掉，別人。我寫貼又掉好，because 我琴日 clubhouse 啊，清定關，你使寫尋下你學我本我俾學，你什麼同你講嘅你移民是移民嘅時候，移民，你一個淡仔你講嘅咩大字，所以嗰時要去 renew 嘅大字啊，要翕大字嘅效應。特別當佢冇人講噶啦，當佢冇人講。講 passport 啦嗬，而家人係講買，點解是又抓大嘢就？對，所以當然人講 passport 啦，咁樣。如果佢講 passport 啊， passport 其實 passport 是啷個用福建話嚟講喎？因為 passport 本就出別咋，passport 喺你日本先就出別，pass the port 咯咋。歸本是歸關嚇，一本是歸關的意思嚟咋。啊！ passport 喺日本先就出別。喂，唔到叫嗬 passport 叫硬婆啊，硬婆啊，成個 community 上班啊，特別小紅書本有可能是硬婆啊，小紅書。硬婆話本有可能是。咁問你出嚟 passport 是啱嘅嘛？對。OK，一馬路呢，馬路人按照叫福建話咧，較真較大字咯，即係咧，冇啦，大字是人阿龍講是講嘛，是大講嘅嘛，一馬路呢。八博咯，冇啦，咱若是講正嘅，哦，我唔福建話按照講嚇，正正護照你咪護照咯，係啦，護照按照叫護照，哦，OK，護照，你人哋講是人會明白嘅啫，你去台灣去中國本是很叫嘅，哦，OK，你去中國嘅。特別我冇咩暑假，我本身冇暑假，你護照嚟講係是正。只 detach 對我嚟講只 detach 了，你叫大字我個會明白。大字寫大字喎，我寫你冇必字嚇，你是講。那咪是叫大字嘛，然後特別你是寫大字嘅事，你講咪你讀實啊，你講夾你大字，嚇，你講夾大字冇意思。盲背去夾大字啊，去背記條啊。誒，等陣我俾講啊，講到背記條，頂住少一個嚟。國際嚟了條，國際講你背記條。咩夾？我國際喺梅新加坡佢背記條。我同你講，我聽到對內 episode，哇！然後佢有時講時個較濟講新加坡背記條。我聽到一個 Facebook 嘅人講，我同我 start post 啲 Facebook 啊嘛咧 episode 啊，然後就一人講，誒，唔是叫做背盡波咩？我講對啊，我講對。較早人較老人是講背盡波，我講你搞你上對，人講背記條，人無實就講到背盡波。背盡波，lapangan terbang 是背盡波，是背記條咯，古早是叫背盡波，係咯，而家唔是叫背盡波咩？一波是坡呀，人等人字坡啊。你拍住波一波啊？哦，
OK 是 OK，波咯，炒酷波。偏偏啊擴啊，立棒眼啊，就是你抽波嘅波，嚇對超波波，對，即是我媽就是叫背盡破嘅，嚇對，啊，轉緊啦嚇。誒，呢是踢波啊，唔是波啊，波當見咧，人超講咦，當見咪人時間講咧啦，OK，有人講話咦，飛在上面的怎麼可以叫船的？特別呢度是一種嘅船嚟，背轉丁啊背轉，呢度是船嚟，古仔人是船嚟 ，vessel 就叫做轉啊嘛，有咯，所以當見咪人嘅 logic 啊，嗰陣時distorted 咧。哦 started from because of 人嘅華語咯，你講咦，在天上叫船，天上怎麼不能叫船？天上那些外星人，你唔是叫做飛船咩？係啊，掉，你咪是叫準。了特別，你別說意思了嘛？伊唔是講特別啲海有嘢嘛？了做咩事人叫剪機咧？唔是自己。是人鬼。炸雞嗬，真係回來咯，阿剪左回機，來。 OK，來講你貴晴晴定軍，晴定關。晴定軍，嗰啲情定慣啦，咪叫你安尼款做，安尼款你物件唔食夠貴物件，袂使講真搞嘅啊！是刷工，係咪意思？係咪？袂使講真搞呢，頭貼物件之類。是刷工，是哦，我知道只隻物件搞，你安怎夾八卦接嚟？我唔撐咯，你嗰啲咪叫我乜嘢聽我名你好，我唔知，來講就我聽。嚇，你安怎你捌頭嘢係物件袂使夾接嚟嘅物件？即是叫周四嘛，叫咩？走勢啊！周四嚇，走勢對。是周四 ，OK。我 basically 是我是八卦咧，拍水是，即係是咩啦？天公保庇工人噶啦 ，OK。我入八卦喺個飛機底頂接誒，特別咧我國家呢個 immigration 點先咧，嗰邊冇站板呢。所以咧，我未記啊，過 immigration 啦，過 custom 時候，我有 declare 我有十幾千美金嘅入嚟 cash，所以 declare 我係 section B 啊，知唔知啦？所以嗬，有一隻狗啊，你 hush puppy 啊，伊就會避一個名，避白點避隻名嘛，伊直直跳掉我嘅diaper bag 咋，because 我 diaper bag 有件水果本，大背機頂位嘅。哎呦，我背機有得來。and then 我嘅八卦咧是做 hand carry 件條，所以一避掉下你是 banana，一直跳，但係你人叫我講，你那邊是有隻物件，我講有啊，我係驚係 banana 啦，大背機頂嘅，呢個袂使嘅，所以先我去 declare 我就累啊嗬。伊先就甲我講，你袂使夾飛機頂起來嘅，所以伊甲我夾起來了咯。因if 你過只another section 咧，你就要3萬了嘅。哦。OK 咯，然後我夾過啊，冇變掉喎，我去隻博咯。哦，所以你夾，意思你去夾你見招提起啊是你八卦就無插落啦，綁到貴關啦。特別係你冇貴咧，清定關嘅時冇掠落啊，係你八卦時，還是免貴啊，還是？清定 custom 係你是點先是貴 custom 嘅點先啦？係啦，哦，還是 custom 嚟，哦。because 你嚟 declare 嘛，either 是你去。你夾 cash 入來，嗰時你嘅 food 嘛，我 declare 我 food 是 nothing 嘛，我是 dry food 嘛，所以我哋 I declare 累嘛 ，another section on the left hand side 嘛，我夾起下邊嘅嘛， but 係你搞是變到我見照 cover up 我白光了，白光見照。哦，我係搞是變到見，我係見照是白行見照。變到白條見照，臭水啊，就唔見啦估。真係啦 ，basically 我個白夾過 mooncake 入出嚟，話 mooncake 袂使咩？袂使有 egg 嘅袂使 ，egg 肉嘅，要嘅女。哦，我唔知喎。袂使嘅，袂使去 US 啊，都是講。我唔是人家隻國家 mooncake 是袂使接嘅，New Zealand ，especially 有 egg 肉嘅。
古日咁啊，有咧內戰嘅啊，啲咧，個白對比賽嘅，絕對比賽咧， meat product 比賽啦，包掉，因為佢表示有咧是無狼嘅嘛，有狼嘅話咧是會貴嘅，無狼嘅話咧是較緊高嘅。哦，我人狼無狼不是袂貴嘅，because 有內呢就比賽。 especially LA 嘅 airport 嗬，有陣人嘅，一卡實有陣人嘅，一行你袂貴邊後尾一家己食。一派 ingredient， 我來就食啦。啊，一正八卦個你日都係看到走去邊，買拍生咧，佢都拆啦，你假如拆啦嗬 ，and then 伊後尾有一個上個 blender 啊，可能嘛，上個一個多丁啊，哈，rotating table 啊，可能就一點下邊落去，你看伊 rotate 啦，加落去嘅啊，哦，一冇食啦，冇食，一成個佢哋食 paper shredder 呢，特別多啲係加唔同件嚇呐。哦，你叫咩啊？上個人真正嘅，你叫咩啊？而家你物件一條毒嘅，有啲人會 allergy 嘅物件嚟，所以冇啦，已經 contaminate 嘢叫culture。bird flu 咧，之前個之前啦。bird flu 係食我就講 Australia 是真係鹹啦。我說呢樣是冇法度嘅，because 養嘅土是跟住攰粒嗰種就係，你呢邊嘅話，你係要養一嘅。誒是唔是啊？打到而講冇抓，打到樣。冇抓。Australia 佢哋食佢土家抓啦。Australia冇抓咩？Ireland 啊 ，Ireland 冇抓，被 Ireland。小玲龜頭嘅數呀，冇啦，呢面是Island 嚟嘛，所以你抓唔捌。我叫我聽過一個冇抓咯是。咁所以你特別安尼鹹，我再講 Australia 真係鹹啦，because 我去過 Australia 嗬，然後有一間我人 blogger 去嘛，然後有一間愛食佢哋。Chinese 嘅 medicine 人中藥啊嗬，然後一家去也是伊個海關佢開起來咧，一項隻咯。你對 label individual ingredient 到底？嚇，你特別薄嘅咯，你特別薄性咯，你看。你特別人搞嘅話咧，特別做功課啦。你特別就係講係咪國家會使係咪貼咪？你自己打 label 啦，寫啊好時嘅啦，伊每起來是一塊啦，要阿毛字啦，伊就較 comfortable 本嘛。你袂使夾成講家己一袂記時，然後你大豬粉嚟包一包咧 black 誒 plastic 嚟包一包呢嘛，包咗就包咗。讓佢那個講外國嘅 custom 啊，然後讓感覺到 Malaysia 嘅 custom 安怎？去 China 嘛 ，Malaysia 嘅。你一 confiscate 嘅物件，個了，佢到有三個講，自己食，未使講嘅。白啊，夾嚟白啊。你特別冇驚咩？係係有毒啊？什麼物件咧？豬係，呢是長江。看你好多隻，真山隻咧，你人物件諗要毒，咁咪隻隻去。你海定關，冇清定關。清定關迄邊喎，吼，古早我做嘅是，我人冇攤爆攤子嚟啦，這裡就有人 smuggle 係啲。誒，你嚟 clubhouse， 誒，你是到 clubhouse 哦，嚇 ，OK， 我到 clubhouse，然後 smuggle 係啲 peach 嘅了啊 ，fruits 荔枝嘅了啊，自己食啦，哦，呀，哎，可能嘢啦，誒，特別咪是拍生啊，以前未使接嘅嘛，未歹啊，啫噃，Malaysia 嘅加 recycling 啫噃，對 recycle，logic，都別使可能嘢入嚟了，做乜事你過成幾隻佢？我哋想啲 on the same soil 咯咋？特別 properly dispose of。嚇，dispose 掉個掉嘅嘛。dispose 嚟人多嘛。冇，你只阿個嚟 dispose，你時間講，伊幫曬到啲頭殼係傳啲病去幫。好啊，我哋你食啦，你成個條毒咧，你只你 spread virus 咧，你對住啲啲咁樣嚇。Exactly. So，這是一個 department 嘅事，這是 individual 去揀人嘅事。哦 ，OK。了，你是不食，但你不食條係咪物件就好食？
係定冠從講對嚟，燒鵝。燒鵝，我而家同我講叫咗盡記啊，燒鵝，香港接嚟。燒鵝，咁我講你兩隻啦，咪 bird flu 咯，佢講。香港冇人嘅大閘蟹熱嚟咩？呢個有就大閘蟹。特別大閘蟹是死了嘅啦。八隻蟹，冇事，八招講你就所謂講伊冇死，伊乜咧會使安尼講入入。但我聽每家咩大 What is that? Harry 大閘蟹啊 Harry crab ，Harry crab 隻伊個迄個煎女嘅，伊煎女嘅香港人食啊，大閘蟹袂使食死，蝦，sorry，我再煎煎袂使袂使食死食嘅。特別我時時講，伊人無做嘅事啊咧，伊安尼款假咩？大家唔知嘅咩？我看到，啲困魚嗰時候，一百條是困伊魚啊嘛。是因為係零零嘅，嚇，and 你係你 styrofoam 嘅 box 嚟，我看到人出來，你 customer 講 ，Oh my God，you bring this crab。呢個 Oh Holy crap！你講 yes， Yes, it's a crab。誒，安尼講嚟釣鵝公啊嚇，安尼講釣鵝公蛋哦。哎呀，我講，3千美金。哇！白啦啊咧，伊樣是也是本破鏡，伊叫你去個高德，成個人去 prescribe 藥藥安尼款，你叫你行去病咧，甲你講，伊講你愛我寫買，你買我寫 ，OK， 會使。隻類，passport 會夾掉，有啊。哦，即係乜緊？誒，同個假咩？到底 airport 唔假咩？加。你可能隻鬼女哦。我冇啦，so far 我貴。你是 airport 做工時看到你看人啦。啊，對，我知伊人是安尼款嘅 pattern 嘅了誒。所以你看到 sometimes 嚟，上個我嘅第一邊位，伊愛學 calendar 啦，就幾年時愛學 calendar 學 diary 嗬。Actually，伊 printing 也貴，我啦愛條 declare 嘛。所以我啦冇 declare แล้ว伊頭三十定嘅啦嚇，伊就講OK，你也3本bằng啲位到定位，有啲使入咗去啊。哦，馬來西亞誒，我問你人姐，你人啊嗬，歸關啊時啊嗬，你唔是人嘅迄個 notebook 啦，咪 iPad 啦，咪個人唔是愛貼出來嘅咯。啊，你咩啊？你 security 呢嘛？對，特別伊 security 你貴那是伊本是 check 你本了嘅嘛，邊 security 你講下，佢 airport 嘅 security 叫做保安對嚇。你聽明唔明咧？因為我講我有啲驚人頭聽下，我來一刀呢啦，真係順度咗。我啲調查嘅，我是啲印廠嚟背住上海，然後上海我是自己呢就，我早起起個啦，meeting 啦，啱啱就對呢就，然後我起個啦，我唔係啱啱下晡對呢，我起幾點鐘嘅就，我對呢點先，我掛嘛，我跟我哋當數。我可以拿出來 check 嘅啦，我係แล้วเขียวว่า車包嘅啦，我走啦，我企到位 gate 咗就，我個企到 gate 咗就，我個時候佢講我係 laptop 冇嘢咯。喲，係 custom 係 security 嘅嘢。because laptop 特別 separate 一個拿嘛，對嚇。係我未記咗，即係講嘅未記。我知道嚟，我念咗個筆咧，我企起來時，我邊咗，按咗我車包你見咗就，我佢嘅啦，佢我車包 laptop 嚟。喲，嗰個就係上吊。好嘅，就上吊。你使啦，我老使啦，不多聽老使啊是。你係上吊是啊？你是到底背幾丁啊喂？啊唔，我企個 gateway 咧，啊未背過。哦。哦，我跟你講我係 experience 啊，ยังสั่ง話，ยังสั่ง過嚟話。我當見我就係驚，你就跪佢哋啊 ，because 有一刀就時啦嗬。我係 laptop 係咪咁樣夾出來咧嘛？掉啲中國啊時啦，一跪咧係你 machine 啦嗬。你話咪跪佢哋 security 跪咧嗬，咧愛夾我物件咯嗬。喂 laptop 冇地氣喎。
無地氣嗰陣，我 laptop 是頭無地氣，別人順手，對，別人順手嗰陣時是無掉底夾，嗰陣時是夾唔掉。玻璃油嘅嘛，你講安怎會夾唔掉呢 laptop？你，無你知哦，你目睭未看掉咩？你目睭。哦，伊毋是甲我燒換，你知哦。伊家己本身，若是講你燒換，你應該是有另外一粒 laptop 多邊嘅嘛，是一頭是，迄邊是無 laptop 咧嘅，咧應該是一件去啊，然後好彩是阿咩就中國啊，伊人會即個機關啊，事務吼，伊人甲咱有翕小影嘅。有翕小影嘅，然後伊個 security 吼，一定變 CCTV 啊，吼，一照到咧，伊會 detect 嘅嗰種，然後三擺啦，伊會知講伊多一個 gate 起飛機嘅。哦，嗰種，咧伊現時啊，吼，我甲伊講，時啊，我 laptop 無掉，伊講哦，你免驚，你坐了一邊單嘅，咧伊就用 computer 錘啊，嗰種錘啊，我伊講，即個人是蝦米名咧，伊當去多一個 gate，安尼看咧哦，你無聊哦。我唔知中國誒，你接落去，因為我本來起飛機啦嘛，嗰陣時，然後伊迄個就走去迄個 gate 嘅位咯，然後就叫咧查某，一個查某來過到轉去迄個 security。你看到伊啊？我看到迄個查某。哦。然後特別迄個查某講，伊講啊 ，sorry 啊，我舉錯啊，你看啊，特別我啲心想啦，你舉錯嚟講啦，你應該是嗰另外一粒 laptop 到嗰邊嘅嘛。有嚇，你冇就伊就冇 laptop，伊就冇 laptop。假死啊！大講。係假死啦，你。佢舉錯啦，佢你 laptop 咧燒啲個幾百位嗰種。對咯，伊應該是上個講啊，會舉啦，特別我冇想到中國嘅即係 advance，伊人佢暫時是幾年啊？2018年啊，就2018年啦，咱馬來西亞本無講翕小影啊咪個，伊人 already 都一季呢，嗬，伊就成就你面了嘅啊，你會知哦，伊三擺會知講你是多一個起飛機嘅。你就慢慢走去迄個海關嘅人，迄個 security 迄邊嘅啊，就走去迄邊行咯。伊面走去嘛，一拍電話去迄個機場，你咪講，你講 stop 就這個字牌咧。特別我有見，特別我有看到講我中國厲害嘅一面呐。特別人頭啲物件到迄個所在嘅人咧是這樣講嘅，迄個 area 啊，搭 camera 㗎了嘅。Hello，是咯，是啊。誒，我係知道，我知嗬，我知本身嚟看咯。我知伊隻飛機就被 wheelchair assist 嘛。because 你知啊，定到我知掉嘅病，伊部面會驚，伊會 join 下，所以伊部面會驚，所以伊隻飛機伊是 wheelchair assist，特別伊到啲飛機條伊放伊走啊放伊，然後伊接嚟過了迄個關㗎啦，過了迄個保安啊，過啊迄個 immigration 叫移民關啊，作伊 passport 還沒過啦，伊嘛行過幫伊塞伊人塞伊去。伊就甲伊舉伊個 hand carry scan 過㗎啦咯，然後過了去到 gate 會放嘢時，我知道看，佢講愛要舉伊物件出來，咪再看邊個去看時，無啊，全部嘢 luggage 喎，然後伊塞伊個人啊，塞伊車個人啊 ，scan 伊 luggage 無舉 luggage 喎，所以規個 luggage 放咗伊到啲，然後伊巴魯 keep 袂記啊喎。所以伊實樣後尾啊，伊講讓你 keep 飛機唔要緊，伊講讓飛機袂飛嘅物件，伊講讓去 check。然後我係知道係聽講啊嘛，拍電話去找我，我就伊找啊，會記伊個塞車人嘅名咯，就伊清了一排啊。然後伊講伊名出來，伊找我會記名咯。你甲伊講樣一條題，伊是講樣就係講哦，伊是蝦米 gate，一是佢到對伊下個 gate 會是叫即個保安嚟解嘅，到對伊咪啊尾送起來飛機互伊咯。驚啊！我當然真驚，過 security 啊！我唔是講驚，我真正細字嘅。我過蝦米物件，我目睭是上掉嘅。scan 掉時我目睭是直接上掉。特別穩定吼。無你過那時有當時真濟人那時有吼，伊人腳手真慢。那是講伊愛行你物件啦。你是講人刷起真快。係咯，就是哦。你目睭就會嚟咯，就會。係咯，愛真正注意哦。我是到美國咧，美國我有過迄邊
maybe 國出去新加坡咩馬來西亞就坎坷 because 佢特例 gateway 要家己嘅保安嘅嘛，佢就 check 過嘅嘛。我特啲美國嗰時，我是 before 我就接過啊 security 佢這邊機條是過啊 security 我就 man 嘅，我 man check 嘅，我 man 去到 gate 一個就過 check security 我冇嘅。你好似 travel light 啦，係啦。一個 bag 搞掂嘅了誒。咱若是講愛去節日，你冇辦法咯。你冇件 notebook 個驚喎，咱你冇物件通做啊，是愛 search 物件是個 search 冇。我真係夠解，我個 audio equipment 都知嘛。啊，就是啦，誒，有個有啊，咱若是講，你搞嚟片人嘅 bag 咧，แล้ว伊有即個反應那是啊，你有掉過哦。嗱，但係只看。我係把伊啦，แล้ว我本時咯，แล้ว我本時到中國嘅位啊，你 back 啊，嗬，一出來呢，就一背無講貴，佢哋貴關無蝦米個，就一時間啊，一 back 出來呢，一就夾搞去片啊喎，แล้ว試啊，แล้ว我有持膠嘅嘛，แล้ว持膠咧我伊佢哋嚇，就是咯，一比啊，一啲邊轉啊，我 back 個邊啊，แล้ว佢哋custom 啊，叫我講冇你下，就叫我開起來。係你咩？考到小調。你叫做係咪我未海關人員啦？冇啦，係清定關嚇。清定關嘅之類，就叫我講開起來咯。開起來，直咧，我計講啊，我有持膠啊 ，maybe 是人哋關啊。แล้ว哦，你講下 ，OK，แล้ว就同我走咧。誒，แล้วลอง整有成個隻嗰啲 explosive 嘅，成個。一爆炸物件，像啊，但是個狗嘅，伊個狗嘅邊度了是物件，伊個 B sausage，伊冇像嘅，全部像哈 ，drugs food。我教你狗佚佗，我教幫佚佗，伊個我講，了伊狗度搖，正爽，伊個我講 ，don't distract 伊狗上伊狗度被做工，伊個我講。對，你袂使教狗佚佗嘅樣。我有飼狗嘛，所以伊狗見到我一來咧，我幫伊啦，伊正爽咗，伊有尾。咧伊人嚟講，伊講 don't distract the dog. Obviously the dog likes you. 伊講 but the dog has to work. 安尼講啦。John 都講 explosive 嘅物件係do check in right。特別 explosive，有時安尼隻我冇明㗎。explosive 就是你過關啊時就殺隻啊嘛。唔講嗰隻掉咗嘛，你手都成攰。對，嗰是 drug 唔是啊？冇，伊是干爆得啦，伊是干爆得嘅。嗰啲是干爆得係唔是 drug 啊？哦，伊是安怎啊？伊用是 random 本，伊叫我講你是 random check，แล้ว會 check for explosive，แล้ว我就學伊話物件，แล้ว伊嘅一啲轉，然後แล้ว突播咧，係住係 machine 嚟，แล้ว伊 scan 咧，那啥貴啊，都太貴咯。我自己整自己清嘅，你睇到冇？自己清嘅是 scan 咧，鐵嘅嚇。唔是，伊個 nozzle 呢邊是 silver colour 嘅，你一薄，你喺度做嗬，係你是干爆的 drug 咯，唔是 check 呢 drug 咩 ？drug 嘅是爆的，你是干爆 explosive， 爆炸，即我玫瑰。我玫瑰爆炸物件。垃圾講。museum 咪是本就有 check 嘅。哦 ，OK。伊驚講你爆炸，伊 museum 嘅物件，伊 museum 物件真搭類啊。伊啊，特別我看清紙啦，你是講你 handle gun 清咁嘅物件，伊用時會 dust， 伊會掉特別伊知講到濟啦，伊會知。特別伊那是伊那是 initial， 那是講伊看到你有你 gun 爆得了後，伊就 start scan 咯，哈。個簽咯，個 B 咯，講咩？特別我看，你講你捌做過玫瑰。OK， 我玫瑰啊，你爆炸嘅物件係啦。我唔講一樣，兩咗夾一條紙呢，圍就攞嚟製嘅。一樣同我講，你也是大你你 lab 嘅會做，你款嘅物件會爆炸嘅款嘅啊。你成股你 back 係咪啊？你成股個樓你沙個樓有條條你款嘅。隻搖是唔是啊？隻搖你別亂咧，你也是有做過去參下你冇咩款啊？然後你就知啊，樣你忘掉嘅。然後你冇做冇大，你普通嘅人冇，你成個冇你款嘅。你嗱講伊做啊，你款係搶嘅人就好。
但係掉啦，你別貴啊，你別貴特別意思嚇，撞頭車。伊就唔是講掠路，伊唔是講掠路嘛，伊是就係講學你講等陣時，咪是 search 你佢身軀咯，咱你就是冇幫行路走。像啊，人普通嘅人啊，人嘅身軀，人嘅背，人嘅褲大個了，無咧款嘅嚇。啊，你有大咧貓貓啊，是大咧房間內邊有做啊，你物件啊，你嘅身軀有夾夾啊、頭毛啊，個了有嘅嚇，你洗袂掉嘅。特別我看咧 Australia 啊，吼，伊人愛吹 drugs 本時安尼款咧，話夾一條磚咧，突，你 bag 啊，面啊，可以係伊唔先你大咧 lab 內邊做嘛？你看啲 test 冇上物件咯，可能。伊 test 啊，吼，佢會出來 cocaine 啊，面有寫出來喎，伊 computer。對。啊，然後我那時時我去迄個中國嘅時啊，伊一入門呢，伊就 start。伊就有一個迄個 security 就到外口嗰邊，逐人就去一本解釋來幫你 back 者安尼款呢，無甲你講嘅，你知無？無甲你講嘅，伊驚嚇 randomly 安尼款啊，掃過你 back 安尼款，你就會注意到講，伊有夾條紙安尼款，伊無甲你講就伊安尼款掂安尼款行過你身邊啦吼，แล้ว安尼款掃過你 back 者。冇甲你講嘅話，中國嘅那時啊，到迄個哈爾濱那邊嘅事。嗰邊你講咩？嗰邊是講，人講係你行你 back 嘅時啊，一支皮嘅時候，伊有過真濟關嘅，有一關咧是有狗個倒入面味嘅，你唔知嘛？所以你 back 有啊面啊，伊狗個了就知咧係味掉咧，袂走嘅啦，較濟袂走嘅啦，有一個是會爾，你吞落去。你行你度啦，係啲condom啊吞落去，但係你照嘅時成個本時看到個了，一粒一粒到入邊。你等下度啊，北嚟嘅。咱你講啊，迄個狗啊，啲入面味啊，咱若是講有飼狗嘅陣間，就是安尼講啦，飼狗嘅都好，因為就啲味講嘅，野狗多。聽講野狗啊，平時啊本有食毒淡薄嘅，所以驚毒嘅。聽講啦嚇，冇啦，usually 用 train 狗是，狗是冇，迄個是 rumor，because 是 train。伊唔是像一隻，伊像一邊呢。你 positively encourage 成個 OK video 都可以睇隻因 snack 嘅款嚇，伊 treat 所以變做。狗啊，特特之夾毒咪病，伊特特之夾你放即係narcotics嘅狗啊，伊特特之鼻嘅啲物件。伊毋是鼻啊，你狗嘅痕，伊鼻嘅是啊，你白粉啊。是啦，伊鼻白粉嘅，你想伊鼻係咪咩？你係咪啊？你大波 honey 嘅白，你啊，你鼻啊，我就是你知哦 ，because 啊，係打我去叫大波嘅鼻啊，狗鼻掉嘅啊，叫大波嘅鼻，唔是叫大波嘅鼻。我係講你愛 train 你狗鼻係咪本會？伊人本會是特別。是有啲物件較用 train， 有啲物件較艱苦 train 嘅。我伊味素是較重嘅 ，right？ 我較用 train 咯。講掠後呢啊，你捌啲 airport 可能掠雞哦。掠雞係咩雞？你講做雞嚇？做雞。接來。安怎掠雞是 because of 咩 ？OK， 我去到啦嚇，我去 Athens。แล้วว่าเฟรนด์ตัวก็ไปขี่เสียงจับวอแล้วอีตัวตั้งอี luggage แล้วอีตัวเชิงจาก normal ละไม่ใช่จั่วมาแล้วมันเชิงกับ short 30กู้嘅 call แล้วอีควายสวยปุ่นน่ะแล้วอีอุณหเลย I think 是因為我唔知是係咩30倍好啲哦有差唔多有本啦แล้วอีตัว行過來 passport 寄呀 passport 嚟 why you here然後伊問講你來點做 business 啊？一頭下錄嘢啊，一頭下唔會啊，on the spot 啊。成個壓力逼伊問。Because 我一個 friend 嗬，伊頭一刀來美國嘛，讀冊啊嘛，但係是讀冊中聲，穿個400歲啊，就照鏡啊，看了，以後 immigration stop 伊哦 ，suspect is prostitution escort 哦，人請過來 from Asia。就是掠雞。我感覺到啊，阿龍嘅 headphone 成大聲，伊 headphone 嘅聲走出來，但係 pick up 到唔知。我特別直接冚位你買，但係你特別 sound check 㗎龍啊！等陣我今日每個就話就到底背幾點？咱講即係清定關嘅
移民官，移民官的事咧，有虾米告诉？佢移民官是 OK，等下我講咩啦？係兩講我移民官啊，嚇，你是講移民，喂，你是講移民官啊？是清定官咧？好，毛毛菇。移民官。OK。immigration，安尼講作孽嘛，就冇安怎？哦，我甲人講，我同事誒嘛。你講。ex-colleague，伊是Bolivia嘅一查某嘅啦，特別伊有多 citizenship 嘅，即係 Spain 嘅面是對啦。但我人去 business trip 時吼，伊本件咧伊有 bipolar 病嘅，所以咧伊去嘅 Mexico City 時候，伊舉錯 passport， 唔知是 Spain 嘅是面是對啦，係本只久啦。Spain 嘅是 Bolivia 嘅 passport 咧，伊攞去 Mexico City 攞名 visa 嘅，所以伊有多 citizenship 嘛，所以舉錯了，然後咁伊去食新嘅 bipolar 藥，伊 bipolar 藥未行。我係甲 immigration 小妹哦，就冇我看到伊嗬，伊 handcuff 伊哦，頭至房間啊，我走佢去，係咪數 ？Because she's the only one 會曉講 Spanish。我人坐去 because 有講 Spanish 嘛。Because 伊是伊 position 就勁嘅啦，但伊曉講 Spanish， 我人坐伊去 Mexico， 然後 business trip， 所以去啊邊啊，我佢問我係咪數？但係講伊無 visa， 伊 argue 嘅係你移民官，所以伊馬上送對伊去 deport。哇 ！Because 伊會 bipolar 要食袂見。然後就把和這移民官掉砍。掉砍。嚇！不 OK， 即係會話嘛？你當叫你講話，你當然去，你先講去即係他哋國家本好啦，讓特別 scan 成個家裡啊，那款嘅翕效應嘅喎。對啦。你特別做咩 ？scan 家裡是家裡講噶，還是 index finger， 還是隔了家裡國機？我會記嗬，去他路嘅是愛司機嘅，台灣嘅還是中國還是唔知喎，中國嘅我就冇 scan。馬來西亞，我成估冇去中國。馬來西亞人免 scan 嘅係接嘅事。scan passport 咯 ，scan passport แล้วการลุยตั้มน่ะจะได้講啊，就你講，所以掉啦，你掉 scan 啦，我係記 Malaysian passport 啦，係你是 Malaysian passport 啦，你外國嘅 passport 嘛 still 掉係 job 個，外國嘅 passport 掉 job，特別攞唔是成個講到啲邊領我係看到樣，你家己插入你嘅。係你是 Malaysian passport 嘛？係啦，所以 Malaysian passport 你咪是 man scan 咯。接埋 Malaysia 是 man 咯。出嘅事呢？出嘅事。咩想嘅嘛？愛貴嘅，咁你本愛嘅。是唔是 thumbprint 嘅？冇嚟插落去 scan 嚟 chip 咗落 thumbprint。接出แล้วอยู่ camera ตัวเองปุ่นเนี่ยแล้วตอนกี้นี่จะเจอ國家咧 after 這個 covid นะ嗬，就新加坡嘅แล้ว本時อันนี้คนเนี่ยเราก็ scan เนาะแล้วที่講成日人新加坡น่ะ是講เราไอ้ชุด嗬ตอนกี้คัดเจ是ชุดน่ะเดี๋ยวนี้講เราไอ้ชุดที่這個國家咧嗬รู้แมงก็จะจบแล้วอ่ะ成日是你是講你是馬來西亞人，你要入去新加坡嚇？冇，成日講我去台灣又好，日本又好啦，你要走嘅時啦，係走嘅時啦，嗬，人家了時直頭 scan 了就係貴啊。แล้วแต่เด็ก是去日本嘛，แล้วว่า有過台灣嘛，แล้ว台灣本時人哋講去那時นี่อี still ก็ไอ้看รูอ่ะแล้วจบอ่ะมีอะไร講นะแล้ว scan ด้วยจารี啦，拍翕ด้วย selling 啦，特別你對那時นี่嗬，อี system already 有 record รู้แล้ว嘛，所以รู้ต่ออี counter เป็นอ่ะอันนี้ความจิ๋วแล้ว就係講你幾時接嚟嚇？แล้ว我係見馬來西亞咧，馬來西亞出嘅時，成個你要到離開馬來西亞嘅時，外國嘅我唔知喎，外國嘅 passport 我唔知，嗱 Malaysian 嘅 passport，自己 scan 啊，特別 I think 外國
passport 本應該是安尼關了關 because international 甲了較濟行安尼關了。我聽到啦，舊年我走嘅時本是有啦，有即個移民官嘅即個保定，唔知叫咩。Jeep 那時嘛，出那時本是啦。出本是哦。我唔知哦。特別到外國嗬，人 already 出名了哦。像喺新加坡啦、日本啦，然後that day 嘅時香港出那時本是上曉，伊人當今個了有換伊 system 了。毛毛菇你要講咩？毛毛菇 is encouraged for foreigner passport stamp。Okay. 對 is encouraged。Then 你是講接嘅時候，冇接最好是愛有是嚟 stamp 最好 for foreigner passport。我冇 proof 是唔是？實講對 ，because that day 嘅時報紙有寫嘛，最好愛有 job。對，你講你 uncle 係咪？我 uncle 我冇清楚你 passport，按照你誒，你唔攏出去點去？亂個都點？毛毛菇點去嘛？有咩？當今攏個點去，攏個冇聽到過。冇啊，毛毛菇我冇聽到。毛毛菇等陣，誒，我聽到啊，我有喎，但係聽到毛毛菇啊。我知，我 clubhouse 人會聽到 each other，當然是 Google Meet 人未聽 ，Google Meet 人會聽到我。我會聽到，特別頭先個毛毛菇 suddenly 點去。而家當叫 OK 啊，當然 OK 啊，OK 啦，OK，接嚟講。我講得啦，我講得。你講你上地 uncle 接出，上地伊接出，伊講你到落位到嘅對內，我唔知。即係唔怪我冇攞嘅 return 嘅 job， 所以當叫我冇好攞出。所以呢個是 happen in 2 years ago 啊。伊講伊未記掉呢個 job， 冇 stand 冇 stand 掉伊，所以 OK， 伊講你愛過下會使，嗰時係你咯。佢係咪？我特別好 ，actually 人係知嘅，唔係知。特別都知。冇特別攞仔就成個新加坡嗬，伊把攞是貴擺嘅咧，就是 electronic 嘅冇人嘅嚇，出嚟先就冇人特別 actually 呢隻是嘅 ，because 伊人接出嗬，你 scan 嘅時啊，樣執一條樣外國啦，執一條你接出得落嘅。對，我先就是想講，伊應該錄 stamp 冇 stamp 唔要緊 ，because 伊在講，伊 system 內你執接出，嚇，就錄 passport 嘅 number。係咪是 high 啊？Then computer 一掛掉啊！我特別拿到嘅就，我 Facebook 我拿到嘅就，我就是 monitor 一掛掉啊！毛毛菇你 continue 講，嚟 monitor 一掛掉，唔是有人掛掉，所以伊愛講下面嘅冇會使，講冇 stamp 就是冇 stamp，所以你按照你按怎你去新加坡都冇人嘅，所以你家己行你家己執啊因啊，係啦。哦，都袂啊！我唔知新加坡，特別人袂使啊咯，你看。伊是講馬來西亞，你 return 嘅時你無 stamp 無 system。你是講你出馬來西亞是啊？你對來嘅時，from outside 對來馬來西亞嘅時。哦，伊好你 from，that means 是伊是你移民官嘅本。冇對到啦嘛？哦 ，maybe 伊特別去另外一個 computer 了，迄個人分段。嚇。It could be that is language system 但一半段了，伊咪去咧 language system 查，所以嘛甲你講你無 job，你一看袂到。哦，對咯對咯，那馬來西亞嘛是無 job 誒，馬來西亞嘛是人個咧同佢哋用。我有 job， 嚇是咯，我外國 passport 有 job 啦。特別馬來西亞人是貴迄個 airport 你邊個 airport 是看一個查落去啊，行去查去行。咩啫？你若是入馬來西亞 passport 哦，你講我被 job。伊無伊嘛，互你伊叫你過去邊個 system 家己啊，你個夾排隊，係啦 ，because 冇辦法嘛，伊愛 force 你用 technology 嘛，你特別啊，人馬來西亞嘅 system 啊就老字嘅，有 sometimes 係被 scan 掉嘅，被 scan 掉嘅，掉咯。馬來西亞 system 真正 advance 嘅，伊是拄到就冇 hiccup 呢，即係有就是。然後我講就馬來，即係美國落股啊，個部佢哋 chip 嗰度就有當然有呢。馬來西亞是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對。但媽葡萄牙未講 something 葡萄牙。冇我講一個真人講英語咩事啊？你入上地時啊，你 immigration 真濟人嘅時，一邊有人係問你愛 fast lane 咯，你係20塊。哦，冇錯啊，你嘅。
所以伊就坐落去邊啊，伊是真係無過對。講這個人愛過，所以伊就是無做啊過先哦。system 是無 scan 掉。所以冇標就講讓談路就話咧，都是個而且你講路無做，係咯。So which means I still is in Thailand 咯。OK， perfect。誒，US 嘅deporting 嘅 passenger 是freely in airport 嘅，嗰是有一個 jail 樣起來。哦，你講掉 deport 嘅人啊，I think 就係我唔係掉 deport 佢喎，我唔知唔係聽過喎，我冇聽過喎。I think 是掉裂掉應該 ，because 要借房間嘅鎖掉錄起來嘅。特別我在 US 嘅時候呀。Those people that even though visa, green card or citizenship 哈，有嘅人嘅飛機票哈，伊是有一個 blacklisted 嘅，哈，所以咧，你whe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入來哈，你大下邊時一直看到你是 blacklisted 嘅哈，一直 escort 你去房間，哈 ，escort 你房間，等個sampai 30 minutes before 你嘅 domestic flight 飛，kalau baru bang 你嘅。blacklisted in what sense？伊樣成講有個人嘅名 match 伊樣嘅 blacklist，所以咧成講有一個 criminal 啦，頂到嘅是伊捌做成個捌幫票飛機，啊唔是啦，有做咩 criminal case，係 related to 係咪 criminal organisation 咧嗬，แล้ว伊人當今伊名係到底伊 blacklist 為咯，แล้ว係是伊名往時 scan 到差唔多像啊，哇，樣對 flag 咯嘅就。特別我啦，實是 random 嘅啦，我係啱嘅頭家嗬，是 American white。Occasion 嚟就，你咪買嗰，一打就俾你識嘅。誒，特別別講嘅，你隻 terrorism 唔是㗎啊，唔是 foreigner 呢 ，please。依個名，依是 abusive，依個是 redneck 嚟。啊 redneck 係 blacklist 啊。你 abusive 啊，你啉酒啊，你做亂啊，夾走啊。一對學你一個 stack 到先。誒，掉隻別走嘅啫。唔是 random 嘅，唔是 random。Then Singapore 嘅deport 嘅 passenger 嗬，就 deport passenger 是睇 shopping 嘅。對，睇去 shopping 嘅 terminal 1加 terminal 5嘅。哈，你會使行來行去嘅真爽嘅。But then Malaysia, especially Penang 嘅，kalau tu kim toilet 嘅。睇咩？到啲 toilet 裡面嘅。kun toilet 啦。kun toilet，kim toilet 嘅。我見啲 toilet 嘅會一幫，你係講。Yes，嚇對，那真係可憐嘅人。我在是 Mexico 唔使啦 ，Mexico 是坐你啲房間 handcuff 添。佢 handcuff 啊？我叫 Clark 查某 Regina 掉啦。我咪講，伊個人笑命嘛？你若是無笑命，你若是冇講，對，你冇 cooperate 咧，是有可能。你冇 cooperate，伊驚你拍人啊，是係咪鬼啊？我係過後知道最好笑就是我同你講嘅係，我笑起來 forever。伊去香港咧就，伊去香港啊嗬，伊嘅 passport 啊 expire 就 Malaysian passport 啊。然後 expire 嘅 passport，然後伊時伊去到香港嘅時，伊特別，然後香港嘅時伊朋友等你就，伊朋友等你到啲外口，然後伊就去到 airport 嘅時，伊就接嘅時，人講，你嘅 passport expire 啦喎，到啲香港就，伊是到啲美國出啦，特別去到香港嘅人家發覺就講伊 passport expire 就 ，usually 香港啊，平常時呢，你是阿未去飛機，人就掠條路嘅嘛對。是啦。所以伊到底美國是伊冇 check 到伊咗，可以去飛機嘅了，可以去到香港時講你 passport expire，咧伊講嚇冇啊，唔知，咧是伊講嗱你看，伊講笑嘢冇 expire，伊就是成個大媽咧報唔掉 Chief Minister 嘅名，你看你感覺啊啦，領導清怪啊，我講，然後唔是阿 John，伊 check 嘅時是 check 你名去飛機，甲你票掉，你出嘅時啊，蝦米人本使出。Actually 是一般嘅對，伊是特別 usually 飛機嘅 staff 伊人有 verify 伊嘅 ticket 甲你 passport 嘅。對喎，伊冇好攞出嘅 ，because by right 伊袂使好攞出。Actually 對本嘅 because 伊到啲美國伊就要過
過即個清定關門嘛？唔是咧immigration。要叫過，passport almost expire 了。Actually expire 冇好得出嚟 ，actually。好得出嚟。尤其是你唔是美國人。Yes, Malaysia passport。你就對去。你對 directly 對 Malaysia，伊樣無好你。伊無互你去別個國家，特別final destination 是去香港喎，所以唔知somehow 伊去啊，伊就是伊就無想到話個個伊就根本就無想到講伊 passport expire 伊就吞出嘅嘛，因為是稍稍嘅啦，試啊還是試啊，伊講講嚟咧，伊講伊去教嘅時是唔知一杯機教就叻，唔知就1點幾12點咧，然後伊嘅朋友就對外口會等你接機嘅，伊嘅電話備用未 contact 到伊朋友。แล้วอีก特別伊 immigration 人講個好喎，伊講 OK 你特別去啫，唔知到底房間，伊講伊就不來啦，人講伊講伊坐去間房間咧，係坐了唔知隻甚至隻股，แล้วin the meantime 伊個未解朋友講唔知佢等啊，唔知幾點啊，2點幾啊咩啊，แล้ว時伊後尾就來時佢講OK 咯，伊講一人冚無我 office 嗰度冚一個了，伊講你去香港嘅時候，你去馬來西亞嘅領事館。embassy 叫做咩啊？embassy 嚟，香港唔是 embassy 嚟。ICOM。Malaysia 係咪？我講你啊，上藝術就對啦。所以是，because 意思就對，伊講你去下邊嘅位，特別我冇明白，有咧位是。有 embassy 啦，有 embassy 係咪算啊？香港唔是國家嚟咩？OK，所以你叫做 High Commissioner 啦。OK， 你 anyway 意思講叫佢去喺馬來西亞又咪自己來貴啦。你講叫佢換 passport 到底下邊，了解曬，了解曬對美國無論無限對美國，幫佢出喎，可以接去香港，了特別叫佢去，了話個個死人就好，俾佢取得咯啊！你違規矩個嘛？伊會 expire 個嘛？估算幾難節咧？冇，又 already expire 了。伊 already expire，伊就是伊 already expire，唔知幾個節了誒。伊 already expire，馬來西亞可以過呀？冇，馬來西亞都冇去到馬來西亞，伊到底美國去香港。美國去香港。馬來西亞 passport 啦。馬來西亞 passport。So，Malaysia 係真正奇怪，我同你講真正奇怪。我嗰時唔係聽佢講啊，伊 expire 咧 passport 佢 travel 去個別 foreign country， 我 foreign country 佢可以接喎。呢個係美國嘅 passport 伊出。嚇，對。我想講伊是美國嘅 passport，แล้วอี出去嗰時，伊講講，แล้ว好個仔係是我嘅 cousin 啊，是到啲香港嚟做工嘅，做 hotel 嘅，唔係本身 hotel 咪做工就出名嘅 hotel 啦，所以伊到大下邊嘅就捌真濟人，伊講我捌迄個到啲迄個 immigration 唔係咧，迄個點樣講咩？迄個 consulate general 啊，什麼嚇，所以伊就捌伊人，伊講我搞 contact 我嘅 friend。所以就 contact friend 講我 cousin 嘅 passport expire， แล้ว伊現時特別，伊 because 到下邊唔知5節呢，香港嘅，所以伊講伊特別現時特別 renew 嘅 passport 到啲香港嘅咋，所以伊會 renew passport 特別咩3件字，嗰條係咧就冇嘅3件字去隻空啊嘛。所以頭半暝拍電話我，同我講，咩啊，你做咩過去我厝？我咪成件字，我覺得成件字就到咯。佢唔知啊，我到底讀喺邊入面什麼？我就去讀嚇！我這裡物件，我後來嘅 certificate 個料啊，你 travel 是幾條呀？scan PDF 了，係點 ？soft copy， 一部即係好一部，你個料誒。employment letters 隔了無片。OK， 所以即是當幾年啊，即是我覺得啲42nd Street 是即是98年，98年呢，1998年。แล้ว我係使 login job。but 老我跟你講下，都炸開你嘅啦啲先對 even soft copy or hard copy 啦 ，when you are in Australia， 一樣冇愛 suspect 你嘅咋。冇錯咯，特別 at least 要沉頂嘛，咁好佢坑冇幫行喎。伊人 intention 係咩啊？你嚟正吹下咯，你嚟正跳背嘅啊？
ไม่หารู้สิ่งแล้วแต่ว่าก็แล้วว่าก็หาอีอู soft copy บ่ soft copy อีเบ renew passport อีจะไปอู actual original ไอ้ Oh my god แล้วอันจะโห so หาว่าก็มาสิ叫我吹แล้วอีกับว่า講อี叫我吹成間咩 FedEx 啊是迄個咩 Federal DHL 係咪？迄個叫另外一 DHL 哈，所以去香港嘅時候，伊是我用 DHL 啦，伊甲我講啊，無我俾飛機多好，你寄來係咪？伊講 anyways 伊生，我哋看佢 DHL 就，伊較便宜佢 DHL。啊，是啊。冇啲貴啦，大郎姐 DHL 冇是8幾到8塊美金呢。啊，無，伊還是買是 ，OK，please， 伊就要限時，所以伊就要 overnight 就要到香港啦，就，伊嘅 timing 無準，所以伊嘅，還是1990 something 嘅時去香港嘅時飛機多哈，伊上個是 DHL， 上個是唔知8啊不600幾塊上去。伊來我嘅厝，所以我哥甲我講，伊若是買飛機都好我可以特別迄時我無98年 ，because 我無甲實做工呢，我無甲實做工呢，迄時我無 leave， 那有 leave 講我就去了。香港了真嘅，了我甲香港無緣咯，就是你看，所以了 DHL 來咯，所以我去伊厝，伊拍電話我現時去伊厝，寄伊 passport， 對厝來 DHL 人來寄伊石家字啊，對，寄伊石家字對。一本 passport I frame 嚟咯。哎喲，你睇下，嗰做嗰可以醒喎，嗰做掉 passport 純屬好個滯，我嘅 cousin 到啲香港冇啊，講啊，你問下人哋影掉，講 cut the line 直頭去做，你知，伊是直頭伊帶 Egypt office 去做咋。伊唔是成講對你 regular procedure 講，你就被 apply 係咪物件，俾換你 passport 呢 emergency case。玩咯，我到這邊我白嘅咧 embassy 人嘅，少少。玩咯，攞嚟我查路嗰隻，你唔係我亂咯。即係我跟 shop 佢，呢度是你10地20個啦。fast lane。特別冇你應嘅，我哋講 because 真耐，冇你應嘅，你白人，但係你就是被暴露素養啫。啊啦，樣真耐本呢？啊，叫最主要是人，我哋弄的，教溫世界教書。哦，你是講對啊，你特別去暴露素養，冇你應，本你想 friend 就是別本嘅 ，because 有時政府部門嚟。อันเดอร์移民聽嘅唔知？I mean， 移民聽อันเดอร์伊人嘅嘛？啲古瑞 embassy 嗰啲香港嘅領事館啊，你白人官冇講特別貴嘅，就冇特別嘅，because 有時 government department 嚟，你有校正，看到啊，林博士，嚇，做好碌卡快，特別若是講是 illegal 嘅，伊是未做。要，你想我同你講，我會講係你 deport 你人啊，睇見啊 shopping 嚇。啊！我是嫌疑講 Korea 是會使 shopping 嘅咋？because 因為佢用 handphone， 我唔知喎。有時佢用 handphone 嘅咋？因為 Korea 伊有啲鋪衫，有時講水本在樣，沙巴係沙拉瓦嘅人啊，樣嚟 Korea 做過 illegal 嘅工咧就，所以 already 就 deport 出去啦就。哦，要 already blacklist 有時5年嚟邊邊喺 Korea 就，所以馬來西亞咧去換 passport， 你去換新嘅 passport 咧嗬。一個就嚟咗就即係人，一個就嚟咧。你講釜山嘅 system 不冇人哋講本嘛？係你 immigration 嘅 officer 就講我，你唔是話你個出境嘅，我就講你 blacklist 咗5年。你想講新嘅跑啊 clear 啦。你所以有18咯，所以人嚟咗嚟咧，運咗地勢接到隻嘢咯，就一時到啲 airport 位咧，人bằng啲 airport 位咧，叫依個幾十辦法講往到去 deport 到咧，所以依就除話。依個除話就係咧，除話咧，我每下咪數講，如果你係除話，大概只去面嘅。你講我你係使叫舊話嚟即係釜山嘅 airport 啊，加人講隻嘢哦，講何王接，講我都準備數埋好多接成嗰個人買何王接，人顧買何王隻物件，講冇，你買舊講隻你攞嘅物件先，以何你喊咩 reason？理由是咩？特別是咩你嘛？一個原因我講下，往隻坎坷啊，往啲這邊攞節咯，做一個冇好往隻邊嘅，連最本坎坷，你唔係講你自己本嘅先。你成個話就係 Why did they not allow you to enter? Why？
你講嗬，你嚟鬥下超橫者啦，你叫 embassy 啦，會使出面者喎。講嗬，你個就喺講話咧，我冚電話嚟咯，我就未嗰度，我冚電話嚟咯 ，because I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fucking reason they don't allow you to enter. I need to know the reason 嗰度。一講嘅妹咧，講嗬。I got deported before. Then I'm so sorry. It's NT 未做過行咧，because 你叫 deported 喎，你古仔就 deport，一講佢哋講做我聽咯。我講我你人哋講你話，你個講講你路路講嘛，你就背啦嘛，你連珠啦，連路路啦。No, I want to know the reason. 就是我 call embassy，我講 embassy 講下 ，this is the number. Can you please call and help them？ 係啦 ，embassy 講下，我 call 去airport， 咁講 deport them immediately。So beside embassy 直頭講我當劍上人咋好，咁啊仲都會講住不就 deport 佢啊？最出類可以諗最飛機端做。即係我唔知你點解冇 follow up 咯。我特登唔會，if you spend on credit card 咧，用你 spend on your own credit card 嘛。Oh no, they don't pay for you. You create a trouble 嘛？我就 already blacklist 過年啦，你估走接嚟，要佢 create the trouble 嘛？就隨佢聽，即係應該是特別去。咁滯咧，你想我哋講我 what is the reason？唔係講 reason 哦，一直講係因 call 獨橫啦，嗌學往入面嘅啦，連追都未使啦個，你攞個我 shut the fuck up，你咪講喺裏面嘅食。有邊 the reason？因為人開你咯，學乜嘢？應該晒係咪做啦？係講唔做嘅。你個言我，但我聽到人會默默估講每個就諗話條 deport，佢特別 before 人講嘅時候，我俾仔講，你是呢條 deport 時就想出旅後你背幾多？就乜嘅？住講啊，但我聽講未？未使講。OK，你愛看伊個 case 係咪 case？若是講伊want you ticket，就愛家己出。OK，所以若是伊有俾 return ticket，but 伊個 date 是真係久 3 months or 1 month 加 return 嘅，伊都直頭叫佢哋 airline 我冇出小路，馬上你教我逼飛機逼先嚟攝出嚟學伊堆。那是冇咧，對，那是冇。冇啊，冇就是大話未使講啊咯，未使講方面，就叫 embassy 出咯。哦 ，embassy 出。家己嘅 credit card，家己嘅 credit card，若是伊無夠鐳，伊個 embassy 就愛出可以。伊無 send 你對厝嘅，伊 send 到你 the border of your country。對，伊插上你。所以你是馬來西亞人，你就 send 你去 Mexico 啊？冇啦，馬來冇啦，如果馬來西亞你到邊咧，伊 send 到你到幾大，伊 send 到你到吉隆坡嘅是邊咧啦，就是。伊落幾個是沙巴沙拉威人啊，哦，send 個 KL 咯。係咪我冇並逼喎？你講 country 嚟講 OK 哦。我你接㗎，你衰就掉咧。你結果你先冇插到多邊咧，是多得咯啦，你接口多得咯。哦，你接過嚟 country 就掉啦。嗱，tapi你太煩，所以 business class。冇，你慢慢單，你真有拍攝咯，你嘅 passport， 你嘅物件架，你 everything document 架了啊。有人 escort 你去飛機啊，你嘅物件 documentation 架啦 hand over to 伊個 person 嚟 對，伊樣好掉你嘅物件 until 飛機 landed， 你好 OK。แล้วอี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ก็เห็นสักรู้จุกี้โอเคแต่มาดูกล้องเดี๋ยวดีบอทเขาว่าไปกี่ว่าเดี๋ยวกวยของเกาหลีสิว่าเดี๋ยวสิงคโปร์โอเคว่าจีของชิดนี่ว่าตุ้ยไหนแต่ว่าเบกี้เห็นเกลียวไว้ income tax อ๋อ so ว่าจีของเกาหลีตุ้ยสิ出數據啊嘅事，然後自控講你話對起嘅事，我啲正 airport 嘅事，我愛得都馬上對起，冇當然都只是清掉這條線。哦 ，OK， 都清掉這條線呢，我都冇 stamp 你 passport。OK， 所以若是講你學我 report 都對起嚟講，我都 stamp 這裡。對，唔是講白兜未接來啦，會接來，特別你就愛興解了咯。特別你嘅 passport 我愛 stamp 是嚟你掉 report 佢。哦，依時候安地啦。對，嗱我興啊。哦，布達。係咪布達咧？應該興嘅，唔是叫做布達。
冇辦法 holiday 嘅 extra 已經成幾個，係啦。就係我當初啦，有一個 customer 一籌款，伊啲 Dubai 買厝，แล้ว Dubai 有一道是伊 real estate crash 嘛，so 伊 crash 啊，伊個 OK，伊買厝唔知是 US 唔知幾百千啊，別記 almost 1 million 啊，啦，แล้ว伊 mortgage 借過伊個underwater，แล้ว underwater แล้ว是伊度伊 contract 半了แล้ว伊嘛就要對美國啊，無伊就要對 Canada 來是啊，伊銀行啊嘛叫伊pony up the difference 啊，แล้ว伊講伊無錢，แล้ว伊銀行講你無錢，我講 press charges 啊，所以伊嘛 press charges แล้ว伊想講伊逃走啫哦，แล้ว伊去到迄個 airport 迄邊嘅時啊，伊個人甲伊講啊，你若是即條錢啊，你無 clear 啊，你出去啊，你袂通轉來啊。你轉來，你特別是 arrested 了誒，伊一頭轉來哦，伊轉來啊，伊人開30日，清這條數，伊去甲伊講啦，伊講甲哩哩囉囉就叫啊啦，伊開一個 exception 30日，叫伊轉來 Canada 借錢還，了伊講若是你無借錢還啊，你後過你來 Dubai， 你啲 airport 啦，我人 flag 呀 to arrest 啦，that's why 當今伊去到落半好啊，伊袂使停 Dubai 咗，and then 伊 government 個甲伊講過。若是講 emergency 嘅時，有陣時你飛機啊，伊袂，其實講你愛飛Oman啊，你 Oman 袂接 emergency，你落 Dubai， 你落迄個 country， 你係接你話 arrest 你啦。所以我就講一樣講咯，為了36,000 US 啦，即係25年前啦，為了36,000 US 啊，伊買險，當叫迄個國家伊袂接啊。危險乜嘢款？就是我係 travel。呀，แล้วก็做緊你ตัวแล้วไอ้กังแล้ว就其實講你กัง啦，若是講有一個 conference 話邊你講啊，我未去 because 我去了我掉了，我就講，就是我講嘅人，แล้ว伊人講啊，若是你愛行嘛行，我講你是真正講，你無你講 early 30甚至是34歲啊，你真多呢隻，你是講75歲人咗，你為了36,000，誒，咁唔是講3 million 啊，38,000啦，36,000啊，我係記住36,000 US 呢。阿龍，但係我 mute 是 because 我聽到 echo 但係36,000啊，36,000個賺咗。冇，伊看這類嘅人嘛，伊係買1 million 嘅，差唔多1 million 嘅厝。伊 property 是 almost， 伊買是 almost， I think 是1 million 啊，是 almost 1 million， 但係伊買，咁樣伊個減36,000，為了你36,000，伊買嚟這邊做你係，我伊講冇講，伊冇攞加30幾歲呢。ก็做關係大粒嘅講過，แล้ว冇เห็น啦，夠บรรลุ แล้วสิ夠講啊，話超寬冇安尼估了個冇寫去啊，安尼估了喎。我看 forever 就 blacklisted 了，你咪是唔加 risk， 唔加 risk 咩？有 certain 美國blacklist 搞到 up to 10 years 呢。哦，特別即係唔知啦，你到底之類，你到底到落，依度到落，吉打條牌啊，country 冇樣嘅，你古早看你 Muslim country Saudi Arabia， 你頭聽咪解浸你 jari 個，自己浸超嘅啦，一浸 jari， 一浸你即係 jari， แล้ว浸即係 jari 貴了是一個浸之隻啦，就浸之隻，所以伊人講啊，你拄着，你去大陸半好，你看到人啊，冇 jari 就是講啊。伊頭聽物件過啊，七。特別係你是伊喺邊嘅，家己人啦，伊個會站。冇，你是接你大門嘅，係就一般是站嘅 ，because 我係做工嘅嘛。電腦幫燒啊，咁樣講起來，有擺入面啊。站because 伊人講係嚟美國嘅鐳咧，嗬，只係垃圾嘅，伊鐳有當掉嚟白粉嘅粉嗰隻，所以。伊是講伊detect 到啊，有淡薄嘅白粉啊，你袂着嚟。哦，我咪用 cash 啊 Apple Pay。你咪用 cash，because it came out a few 早冇幾年嘅事啦。那按照係啲叉燒啊。掉嚟啊！叉燒餅咩？你去到咧，所以第一手啦，你一時 cash 嘛。哦，我咪叫我對馬來西亞係使學你啊，touch and go。係，是哦，但係嗰個非常好用。
美國嘅女就垃圾咩？咁咧，我都是講in cash 啦 ，literally。嘅寫性啦，睇嚟。對，嘅寫性。寫唔使寫 key 喎，冇成大媽個別我講嘅依家裏面嘅瘦仔，佢係 scan 掉。啊，安姐，我譬如嗰個個叫係咪好潮嘅，還是驚嘅經驗貴？即係清定關還是移民關咧？我捌掉過哦，你搞味咯。哦哈，我上次我是去跳飛機啊，這裡是去紐西蘭嘅位。然後我嘅朋友嘛，就叫我，因為伊嘅安弟大病嘛，所以叫我夾整個3擺過去咋。哎呦，3擺咯！今日夾一3擺 frozen 嘅。所以伊 frozen 我係啲很 carry 了，伊3擺一個包個正正嘅布抓爆了哦。出的是冇問題，出的是了入紐西蘭嘅時掉。伊搞未掉，伊搞來啊！你搖尾，伊冇背冇咩搖尾，伊人就講，伊講哇 ，the dog seems that very interesting on your back 嘛，伊就問我夾咩㗎？我就講冇啦是spice 嚟 ，Chinese 嘅 spice 嚟，叫我開啊，開一個包個正鹽。包只隻人叫我偷個了喎，偷開去看，然後又係嗶，講話佢冇數貴。哇！佢貴3擺嘅貴。我教人真好了，我個係落晒去，個係 A 啊，個臭個味添。個 A 個咩個咯？然後個包咧只隻人啊，一個味掉。誒，你你是講你是去跳飛機啦？跳飛機你按怎出伊 country legally 啊？跳飛機啊！這裡我朋友伊成過啊，但是你講伊是 rugby 嘛，World Cup rugby，然後到紐西蘭真正學嚟真濟人去。然後伊成過去成嘅啦，伊唔愛過去哦。然後伊條準備唔夾個了，伊講你大病啊，咪個人哋嘅厝咪個了，伊 print 畫伊嘅地址啦，然後記錄股啊。然後伊講你去嘅時，你甲人講你去看 rugby match。哦，所以而家是跳飛機啦。rugby stadium 嘅 ticket 咪搞 print 平平個啦，跳飛機啊。比個啦，特別去到本土冇咪掉啦。你特別出，特別出嘅是你做掉，你跳掉我飛機。有啊，去，特別我冇過咯，我都冇過伊嘅，以後你會跌啦。係啊咧。哦，是講你。其實那是驚即個白嘅路都是袂使做工嘅啦，特別你啱做啦，配跳飛機啱做，特別你無 overstay 啦，即個 tourist visa OK，那看過 OK。飛機係做工嘅咩？跳飛機唔係講你去嗰邊廿二嘅 citizenship 本啊？跳飛機做工了喎。誒啦，乜跳飛機乜嚟？跳飛機就 illegal 咧，怎會嘅 citizenship 啊？我教應啊。你去識 asylum 咯，但係我同你講，啲古咧同你講咧就同你有謝人來咯就，我有一個我自己有 manage 一個 WhatsApp group 嘅，係啦，另外一個 embassy 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就，特別 embassy 是無人嘅咯就，係啦，我話你個開會呢，係啦，我講冇快，我 combine 落嚟 WhatsApp group 嚟，有用嘅人，大啲這邊嘅人咧，我搜一個咧個叫 embassy 嘅 group，embassy 嘅 group 講講，你特別 manually monitor，because I don't want G visa，伊買何嚟嚟識。refugee asylum 嘅人接去佢哋 group 咯就 ，because 有真濟人安尼款嘅，伊來搞了，伊變真到這理由，咁講下，馬來西亞人轉，係啦，伊買對嘢。asylum 嗬，it depends on 係咪國家呢？就話香港美國啊嗬 ，only allowed like asylum seek from Vietnam 嘅人 ，and then Indonesia 不是 fall under that category， Malaysia 地晒咯，慢慢講。喂 ，French 你是 Malaysia visa asylum 嘅喎？因為政府愛睇路，如果你係識 asylum 嘅，即係 international law。那是你係咪國家本嚟使，特別那是你政府冇講愛睇路，還是冇講學你去接招，你別過嚟。安怎偏不過地？安怎會走去美國咧？你特別叫immigration lawyer，because 我有一個朋友，伊是做安尼嘛，佢去 Toronto 啊，成人 airport 來啊，叫伊啊講，伊是係咪國家是啊人？Africa 啦，係咪？所以伊會咯，แล้ว你特別講伊情形，แล้ว伊特別記，就要一個 panel 嚟，
一個 committee 你特別 approve 嘅，講你 case，呀，所以伊特別去講咯嚇，伊個 case，成個有嚟物件人感覺，like 有嚟查某成掉 rape 啦，係咪鬼啊？成個有嚟國家是伊人嘅cultural differences 啦，未曉嘅嘛，物件先 OK。For example， 你是 Muslim， 你未使食豬 ，right？ 伊人逼你食豬啦，伊講數個啦，食等於被 group 個了出來，แล้ว伊 panel 聽 approve 還是 disapprove？approve 你就睇大咯，那是 disapprove 就 deported 咯。嗰啲啊，ยัง冇好似播伊係條冷咗，所以講，人講人係幾嘢。So, Malaysia是pulau, tapi yang actually 唔是幾嘢，yang pun ada kan 講聲就嚟講出嚟了嚇，because 伊 proof 就講報咗你看啦，yang日定啦雪冷啊，yang個都冷啊，政府就是你話，伊會嘅報咗就嚟嘢出嚟講就講 ，so that's why we are so scared 啊。我嘅friend 就是 seek asylum 就是 because of that 咯，伊講伊是嘅，特別伊是到啲美國啦。我朋友本身係美國嘅，我朋友做美國嘅人咯。老少，แล้ว他是都好，伊唔是 Muslim， 特別伊是 because 咧 law 都唔是講 Muslim 嘅掉 ，Muslim 是掉較解啊。law 本身嘅就是 illegal 嘅嘛。然後伊嘅他是個都好咩啊？都好 annoy case 是 is seek asylum， 所以變到只係你publicity 啦。伊條去咧，只叫地道嘅去咧 ，immigration 嘅 judge 咋，佢 present 呢 case 上面冇應嘅咋，แล้ว伊只你冇反對馬來西亞咯 ，until 佢談是美國嘅 passport， 有啲人就是監管嘛，叫幾年啊？冇反對，因為是監管買走嘛，再幾年10年啊，唔知我5年是10年。特別阿咪 immigration 真搞嘅啊，伊人每路物件哈。伊人每想一個物件哈，伊用冇想辦法每路嚇，每路，所以啊，你唔知講伊到底是為蝦米啊，特別每想一個物件來，你知哦？你講數特別攞咯，你若是騙嘅，講伊破坑啦，伊這邊每，這邊每，特別每。你個俾你講，特別怎麼你講你看喎，你唔講嘢咯。特別我同你講，我真驚死嘅，你知，所以我同你講，我過，你看你物件啦 ，legal 物件嗬，我是對個白白嘅了，白我是我唔加，成日講只人咪是講你話，哇，做咩事買漏掉你馬來西亞 passport 啦咪，我真驚，你看你物件誒。嗱，即係直 because 我即係叫佢知道條勤科咧，冇勤科嘅啦。老實講，叫咩叫冇勤科嘅，冇講真大數種嘅冇勤科。我 OK，然後我看做咩事我驚，你頂日本人嘛？我 OK，我做咩事我驚就是我那是講我出來馬來西亞無人啊啦，但係我佢幾人美國人當真做美國人啊嗬，然後要去馬來西亞食風咧 ，OK 我冇驚，我驚就是嗬。伊掠着我嘅時，我是未無我美國嘅 passport， 我是驚講伊把到 blacklist 我無通對馬來西亞時，我未通見我嘅白無嘅時，下時就衰啊！你知哦。所以我有嘢講好，我咁我買講travel 攞本 passport， 我唔知咗，我本未曉，我按咗用啦，你攞本 passport 我本未曉，特別我是驚咯。你都睇到見到是水小啊！你去撇你清定關嘅時，嚇係咪件？係咪我見那個件？你看啊出嚟嘅了啊！嚇冇啊！我冇見把關有咩？麻煩啊！到嚟時啊，當今有 digital 了，只痛咧，而家咧 system。看你出了，你當今你可以出。So it's impossible, which means you have more than one passport. 我俾，你特別小心。你出美國，你特別用美國嘅 passport， 你接馬來用馬來西亞 passport。我朋友伊是美國人，係啦，伊 spouse 咧是馬來西亞，係了，伊養生囡仔咧嗬，就是伊何伊攞嚟，伊囡仔攞嚟 citizenship 咯。伊別使嘅，特別我當然伊囡仔當然是離開馬來西亞去美國讀書嗰陣，所以講我特別 remind 特別去 renew 伊 passport 馬來西亞 passport 就係啦，我未曉嘛，嗰陣時我未曉嘅，我講我哎呀，即係影嘢嘛，伊多啲病了，伊入去 embassy 邊去 renew 講 ，no，伊未使去 embassy renew， 伊別對去馬來西亞 renew。
because 伊是用美國嘅 passport 接去嘅，伊袂使用啲 Malaysia embassy 裏邊去 renew，伊袂使去 New York renew 嘅。OK，我明白，我明白。用 Malaysia passport 接。嚇，因為其實講嗬，按照你用嘅 Malaysia passport，你會大啲美國人哋估嘅。tapi ilang gina 上時九幾歲啊？18歲嚇，伊就要經。18歲，會使有 dual citizenship 嘅。gina 九18歲會使。但喂，而嘛是 dual citizenship 唔見。即係你9歲嘅時就要經嘅啦，就要 decide。經啊，就係愛經咯，ลูกอีมสิก็เบลจิตไล because when ลูก做ลูกใน Malaysia passport สิฮะ if ลูกอย่าง green card ฮะลูกจะ approve ก็ลูกกินthe green card จะ明白哦but ลูก比較 citizenship ลูก naturalize ฮะลูก green card 已經定好特別興咗對啊係咪啊興啊嘛ลูก冇 green card ลูก按照 renew ลูก Malaysia passport 啊That's the point. That's the point. 其實伊特別背對去馬來西亞做。tapi Because lu orang Malaysia tu sendiri mah, lu minta uang mah. Lu lose lu Malaysian citizenship automatically lu cayo. Luจะไป declare. Lu tu I give up, lu besai you don't lose it. Tapi lu tu I yang kong the give up. Tapi i by law nasi lu second Malaysia lah. Nasi lu already swear in as another country citizen now, is by default lu lose lu Malaysian citizenship Yes. Is officially lu already lose lu got tapi country lu bo tapi lu procedure le lu si to be declare le lu to be hang lu passport Malaysian passport tapi lu na si court case si illegally lu already lose lu still passport is system still lu mia tapi lu nasi compare lu 看到對你其實談你把你 citizenship is already 冇automatically 成個講上唔講lu by default you have already lost your even though system 唔知啦，你冇去 declare lu already 冇你可以 find out 嘅話，你可以 find out 是 already， 但是你把你 citizenship， 有啲人是幾十年冇發現到嘅咯，但是你怪嘅話咧，你對到邏輯行嘅話啦。出啲點時你用比較嘅接，點時你用係咯，我驚咯，我冇咩 confident。四字話，就是美國是被發現，其他國家是會發現嘅。係啊，你麻未四字，我同你講成，有人只一個人做安尼工課，但係伊人特掉有一擺特掉未記嘅，但係做唔掉。失策啊！不，個人是未使嘅，因為個人是冇多有多 citizenship，特別是會真好料人個會，所以個人 by default 是冇嘅，所以我係那是愛記有一日啊，那是我記到個人嘅 citizenship，我要去寄 passport 點先啊？以後我 passport 啊了 within 1 year 我特別驗咗你 passport， 離開個人了，我特別寄去 Malaysia declare give up citizenship 了，我特別寄你 document 對對去個人 proof 可以講講 already give up。話咧嗬，要 within 1年裏邊一條 revoke 我嘅 citizenship 嘅。OK。我看 country 咯。係咯。你講你硬冇硬咯？看得硬。而家陣時講你是 sportsman 嘅話啦，你是你 Olympian 嘅話咧，嗬，伊是 allow dual citizenship 嘅，個人本事。哎呦I represent a country 嘛。你會話老食喎個口，你看。昆黨啊伊。哇！cái suy nào đó anh ấy effect Google bộ之類啦 Meet 嘅 effect 你嗱咁樣會使用有當時你看你會驚嘅就有當時就是你會厝唔知係伊關無好事嘅話要關啊嘅咯伊無水嘅咯你會真水咯你會真正咯真 natural 嗬嚇你做法咯別人做法你看到伊會走嘅咯啊那別人做法啦水咯，我俾看啫。你看佢死喎，看咩？我看佢死。微話話，我冇看佢死。你見佢呢隻國家都冇看佢咧。一行零是到春天嘅位嘅去嘅。一行零少。但我看應該是屬格零嘅。我屬格零，特別我未上零。哦，上零我未，我是行零嘅咯。我講，即係我係冇嘢，或者你唔係炸掉啦，你唔係炸掉，你去邊啊？你唔係，
嗱有了啊，嗱 ，you're right。被擺本啊，美國美國是嗬，你人上個 if 咱到美國嗬，你朋友到馬來西亞叫你買一項嘢 ，which is illegal 無？到馬來西亞。有。我哋見啊，其實我成講，我哋見。咱係做隔壁，我個迄個。喂，我是隔壁厝。樓頂卡啊！誒，等陣我講，我哋攞啊，人叫我買物件，我真正攞人叫我買物件。誒，你使叫我買物件，對去馬來西亞，還是誒，你到底對馬來西亞我使寄你物件，我哋攞。我會當講就是，你自己買單呢，你寄來我厝。我未本，我點我有個人嘅，特別我是甲你講，我是真正無暑假，因為你唔知人嘅麻煩。朋友買單了，我朋友講買，伊買 online 買了，寄來我厝，你知買係咪哦？伊買係個呢個只一個係speed radar detector 啊。哦，人 speed trap 嘅，曉看 speed trap 嘅迄個。啊 ，Malaysia 是 illegal 啊。哦 ，because 美國嘅 advanced technology 真好，真快，every 2-3 months 換嘛 ，because 佢哋 police 嘅 advanced 嘛，用 speed laser 不是真advanced 嘛，啲 upgrade 嘛。哦。但 Malaysia 嘅馬達用我哋 speed laser 嗬，冇安尼快 update 咋，所以 Malaysia 朋友咧用我買本。我伊冇個特事咯，伊特別甲你講 EI 俾係咪物件咯？伊特別叫你 approval 咯，because 是唔會 back 嘛。Yes，我唔制嘛。你安裝呢？嗰時裏邊沙，嗰時長江橋啊，航橋啊，伊特別講我聽啊。我長江橋啊，我嗰陣長江橋袂使，custom 甲我講，你即個袂使買入來嘅啫無？伊講即個物件袂使入來，嗰一個物件。我個有件事當時我朋友買 ，because 伊讀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嘅嘛，所以 that time 時候係你 VoIP 嘅，係你 call 啊，用 internet call。哦，so because 伊出一個 motherboard 嗬，發大啦，about 邊啦，但係一隻 motherboard 喺度，一倒落去 Malaysia 電話嗬，伊 instead of 用係你 Malaysia 嘅 telecom 嗬。用 void 啦 ，OK。用 void 嘅嘛 ，free 咯 ，free 咯。下你冇得重講。illegal 嚇，你本是 illegal。特別係你 radar，美國冇是 illegal actually。看 mistake，有嘅 state 是 illegal 嘅。哦。係你 radar。我諗真有嘅，有嘅。你使別有嘅 state。我諗即係像 Tesco 啊，你Costco 啊，嗰時係你。係有得賣啊 ，Samsung 有肯賣啊。看 mistake 啦。It's not illegal。啊，人我你看你物件我真驚，我唔敢做啥你我特別做嘅 ，because 我驚手尾真長，你知哦，我無時間手尾長，我就是講我特別攞兵，我要大正，所以我特別對美國嘅攞，我要 respect 馬來西亞攞，然後我有出來人到邊個，我袂使講我放棄，我無通去看。你頂咗少年嘅時無想我，哦，我爸母來啦，係咪？喂，爸母到下邊有會啊嘅時候，你愛叫人出門咧應啊，所以未我特別對攞淡薄啦。OK，咱講要做咩包槍？我做嘅時候，illegal 嘅物件，illegal 嘅物件，想做過，我古早。往啲別人係去中國第一做工嘛，四個人，別人嘅人，所以往即係有隻人啦，是就是往四個真係練，往上自己去嘅，所以往四個真係練嘅，所以往上手做隻物件嗰陣，往全部嘅慣了，所以往上隻嘅累對咪嚟些嗰陣，特別佢哋點知啊？2020幾年點知咧？中國咧是你出去一刀咧，你未使嘅，未超過就係，嗰陣幾千 sorry，10啦，一人10千啦，所以。Ringgit agak 4千幾5千嘅人啊，所以往上是嘅2-3千，2-30千嘅嗰陣，我按照嘅咧就是往因為是往嚟上線啦，所以往半咯，就知道冇，往白背對意思往半咯。你一人買 carry 貴10千就夠啦。And then 唔知買 carry 佢咧，我係啲往嘅 A 裏邊都錯，所以往嘅 A 嘅滾熱咯，所以我行咯。
我哋飛機咗嘅啦講 because 迄個點聲無真係濟迄種袂使行水袂透下無迄個點聲佢無安尼款嘅哦 before 9/11嘅事so 冇 after 9/11咧 after 9/11嘅時候咧特別無安尼嚴過當然袂咯當然就係 airport 袂透下嘛咁就冇透下個所以忘記咧喺裏邊咯哦你睇你看嗱時講阿龍滾就是講好嘅就緊GGM 嘢下掉緊GGM 嚇，你邊55清啊？我去無估個條啊！你我去美國嘅時我去上嚟度買嗰啲維他樽啊！你大罐呢就買兩罐咗，然後我摘去，然後一摘掉咯，伊講攞現條裡面還是愛點掉。我講梅魯嗰啲開啊，攞位，係啦，會使嘛？條鏈嘛。你是到上地買對馬來亞，還是到啲馬來亞買去上地？你做派嘅件先古惑貨。上地買對馬來亞。哦，所以馬來亞梅魯佢愛啉嘅，喲，我愛本啊。你愛啉，你咪啉兩罐啦，你咪客冇法度啊嘛。誒，我係見冇罐多罐，我啉罐，啉罐啦，另外罐斷掉。喂，喺你大罐咧，再整個再變整啉啦。你唔係你講做派嘅件先古嘛？冇辦法，啲累嘅數。哦 ，Vitagen 是好誒。好啦，半幾年啊，你咩好誒？冇一 drinks 未使哦 ，drinks 未使。就係要個 drink 啊呢啊。啊，啦，你冇流使哦。冇啦，冇流使啦。做咩事未使接咧 ？Malaysia 水嘛，Vitagen。冇水咯，貴佢哋 security 啊，是佢哋水。哦，未使貴 security。你未得超過100，未使超過100ml。但係時我去 Thailand 啊時啊，嗬，我係即係最一般買佢哋 face wash 啊，嗬，特別伊是買大罐嘅大支嘅，嘛是創講去。係你是未使 hand carry 嘛？你使 check in 嘛？未使 hand carry 掉，係使 check in，特別未使 hand carry 咯。特別我就攞嘢你 liquid 物件。到底 check in 嘅，你睇 in case 啊，啲 pressure 爆炸，其實你掉嗰啲物件死嘅㗎咯。哎呦，我掉我爆過先嘅咋？我爆過咧，嗰時對嚇，我爆過咧，我真係正呢。我本是冇暑假，我只見到好啊，我 travel 時我特別認情情啊，我嗰陣時想講，哎呦，我豆腰嘅別橋啊，樓卡。對，人攞你豆腰嘅樓啊，莫腰，這背機好像video 莫腰比斜講嘅。試一我係莫腰破了啊！原來是莫腰機嘢出嚟，你知？莫腰機出嚟。OK， 感謝大家一聽下講啊，即係我哋時陣好講，感謝即係別使講可能 suggest 啲話題。特別 actually 當時到啲 clubhouse 度講掉後定件事，成個時候，掉是唔是？我特 clubhouse 度講掉，當特啲 clubhouse 時嘢 workshop 嘢 topic 嘅 suggestion 嘅嘛，所以我當見咩 clubhouse 啊？有線嚟啊嘛，你使 live chat 啊嘛 ，live chat 嘅時候，或者是攞嚟使其實啊，會教我講攞咩聽咩話題。OK， 你知其實個結用你先落，แล้ว同佢哋做下嘢，等我 try 下。你會破鏡，咁樣念過啦咩？破鏡係咩？你有 list 起來嘅了，你這裡嘅了，你講過啦咩？哦，冇啦，我冇講特別，我會聽我咧很屌，會線嘅嘛，線嘅物件嘛。等我去 try 下，我去，等我做可能看。哎呦，tutorial 個就係Clubhouse tutorial， 你或者會話我只自敗嘅。你可以？小哥起來冇講掉咧。買普及賽吧。小哥冇講掉啊！你看，應該不要緊，貴啊！你是咪講貴個數啊？冇。你咪講咩？冇，不要緊，貴啊！白豬星，不要緊。攏講。等我你學微微話一個 present。Because we 話啲 Malaysia 近日一個人呀 ，the rest 個去困呀。哎呀，我未喎，我等到 room 我未 at 即 chat 喎。OK，或者等下。媽毛菇唔是有啲啊？哦，對，我未記 ，sorry，毛毛菇，我冇看到裏邊。咩嘢？你講咩？我講近日 Malaysia 人去困了，特別我唔知我未講毛毛菇大 clubhouse。哦，對，嗰個即個 clubhouse 話你借人個一堆人。有道驚。OK。
但老面啊，不多驚。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個禮拜咧講到這邊先啊，希望咧下禮拜佢再來到啲嚟收聽邊兩個見嘅話新嘅話題 ，OK， 希望應該是到點樣嚟寫啊，這裡點寫嗬，然後到點樣嚟寫就那個錄音啦，到啲幹嘛係錄音，到啲新世界是錄音，特別我只半段嗰陣時，啊無啦誒會節 show 㗎啦是半3字呢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到啲 YouTube 還是 Facebook 看人嚇，啷會使 like share 互朋友看啫。特別佢頭前講，我特擺袂記嘅，佢講，但係佢開電視當特別教我講叫人 share 啊。有時即係 YouTube 下邊啲邊訂隻，然後邊訂隻，第一同啲都幾擺。